啊，上较少的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卖讲我来啊，卖大好。哦，你安尼上好看。请问俗语一个讲，教囝学收，卖教囝爬树，啊是为什么呢？我这观念绝对是收水较危险啊！收水较危险。卖去海边啊去。系啊。哦，我了解你。毛有意思。好来，咱来个试看卖。好来。A 收水较危险。机会来啊哦，8000块哦。小兵，既然收水无遐危险，就是爬树啊较危险。哦，爬树啊较危险啦，好无？你讲就好，安尼好啦，8000块哦，8000块较危险。确定就讲一下，确定就好，嘿，确定啊，好，8000块 B 啦，好无？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咱这句俗语第一是有倒句嘛吼，来咱搁读一遍。教囝学收，不如教囝爬树，对吧？啊，咱这运动的项目是不是有一项收水？嘿。嘿，啊，毋过可惜吼，咱台湾过去的环境，因为这海防拢围调咧吼，较无咧，互人去海边啊吼。啊，其实是应该鼓励收水。你收水安怎？你这运动若学落，万不你若有讲什么意外落落河里、溪里、海里，是不是会当都有可能收水会当活命？啊，但是这爬树啊无算什么运动啦吼，是讲你当然你若讲要去扳轨制啥，这是另外要做事的这个项目。啊，毋过这收水会当，敢若讲保命。是一种的运动，啊，所以说意思就是讲，咱爱选择适合的这个教育方法，啊，这意思是安尼，讲你爱选择什么款的教育方法，应该是爱教囝收水，唔通教囝这个爬树安尼意思。教一个有帮助的就对啦。有帮助呢，嘿。